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昨日酷酷撞，规口罩树农工商随人去，读册的读册，做工的做工，有才调做伙食的，大概嘛剩暗顿这顿尔。下暗要食啥货？这有时嘛是介歹讲应的问题呢。无用几日，工课结束转到厝，总是会望甲俗事下咧，好好食一顿轻松的饭，豆豆食，慢慢画，甲厝里的大家画看今仔日的日子过到啥款。饭煮好啊，菜舀得款，无我嘛来斗相共。这个时间嘛差不多要食暗啊，厝里的人会随个刷来客厅食活动。恁敢要食卵？要哦，好，来煎卵。冰箱就伫雅士路的对面，先摕几粒仔卵出来，念伊就要料理。这卵要煎，有哪有真侪变化呢？若讲到葱仔卵，做法就真简单，先敲几粒卵落去碗公，葱仔摕1-2支，切煮，放去碗公，掺寡盐。下寡豆油，拍好散。这咸正都在人介意，逐个人的口味无同。鼎若热，咱拄则敲好的料就会当落鼎煎。即阵你着斟酌甲看，先甲鼎面接触到的卵，真紧就会熟。过较顶面的卵阁会汤汤。即马会当甲已经熟的卵，用箸也是煎时甲飞去一边，鼎小甲夹互粗粗。互汤汤的部分会当捞过空出来的鼎面煎，就安尼一直照这个板路甲处理。尾啊，鼎圆的卵就拢会变甲高高定定的形，这时就会当平平继续煎。即阵若像我这款有练过的乌子送，免用煎时土，手一个屈势，出一个力，卵就会飞伫空中拍练斗，阁会用真水的姿势落鼎。害啊，练无够，落鼎失败，卵起互破做3-4平。咱若拄着安尼的状况，人就爱冷静，爱假做像迄无代志安尼，紧用煎时阁甲卵吐做伙，看阁下俯甲黏做一块完整的无。人若变做乌子送有一个好处，功夫无得确会介厚，毋过面皮一般拢会变甲较厚。话阁讲倒转来。卵若煎甲双边拢小可仔赤赤，豆油甲葱仔的芳就会清出来，即阵就差不多会当起鼎啊。煎愈久，卵就愈定，过豆油甲葱仔的芳气，嘛会变甲愈明。起鼎的时机随在人介意家己择，有的人无爱下豆油，讲卵看起来会较乌。过我家己是真介意豆油过炒的气味。若是讲菜脯卵，做法嘛甲葱仔卵差不多。前炒伫菜脯切好油了后，爱先浸水。若无，有的菜脯真正是咸笃笃，到时就会变做硬一块仔卵，配规大碗饭。这菜脯浸水要浸偌久？一般我的办法是浸一阵啊，就摕一块起来试咸正，感觉差不多啊，才甲卵炒做伙。一般菜脯卵在炒了。我就无搁淋盐甲豆油啊，靠菜脯本身的咸就有够。这菜脯卵甲葱仔卵，咱若去较重手路的店食，因一般会下真侪油，煎出来卵圆搁厚，食起来搁酥酥，香头真有，真好食。过，即马这个时代，较讲究油莫用遐重，要甲卵煎甲圆搁厚。功夫嘛，就爱真老道。我这凊彩食凊彩大的，用迄食会下佮简单做的方式就好。虽然我够胆讲甲遐济，过即马我当在煎的是2包，无法度。节目若要做，人就袂当无够话。若是咧煎2包，我上爱甲2仁煎甲一丝仔熟就好，大概是煎甲牙齿甲拄一下。就会流出来的状况。第一，
看两人豆豆啊流出来，起毛介姜。第二，安尼嘛介好食。要甲卵煎到即落款，我会甲卵先为冰箱摕出来退冰。咱上好是用甲室内温度差不多的卵去煎，会较好煎。卵若伤冰，卵顶下咧熟的速度会差真济。下面的卵熟甲强要臭焦，顶面的卵清佮水水，顶的部分伤少，要冰冰会较恶，无冰佮会煎甲臭焦。迄阵就进退两难咯。咱要煎，共款鼎下油互热，温温啊火就好。今仔日的卵包我想要甲煎互白泡泡，佮幼绵绵，火就毋通开伤严。卵若要卡，咱会当先互卵清落鼎，两人才对卵清的正中央放落去，安尼煎起来较水。卵拢落啊！即时就会当用煎匙甲迄乌白走的卵清飞去中央，豆豆啊，甲卵的形刻互圆圆。哪听油鼎厝厝叫的声，哪注意讲卵汤好冰冰啊无？要冰冰就爱真细致哦，毋通伤粗鲁。即时的卵仁阁是青，伤大力就破去，就轻轻啊，豆豆啊好咧啊，甲变过。变过了后，就爱注意时间啊。变偌久就会当起鼎，主要就是要甲约袂熟的卵清，佮有卵仁的表面煎好熟，偌久就爱家己摘，用心感受。若佮爱算看几秒，安尼就无浪漫啊。讲就爱讲介久，若真正咧煎，一粒卵是真紧就煎会好啊。一人一粒算甲拄拄啊好，甲放去饭桌，看看咧。上尾一出菜嘛处理好啊！食饭哦，随人去添饭哈。坐好势，拄添好的饭搁当咧呛烟，硬一粒卵包下伫碗里，南瓜豆油伫卵顶面，低压咧，甲卵仁嵌落去，看迄卵仁高高，豆豆啊流出来，流去饭里，甲饭黏甲黄润润，碗捧起来，饭甲摆落，温温啊煲。卵甲豆油甲饭的气味拢淋伫嘴里，哦，赞！起码有够咸，这有影是幸福的滋味。食饱未？你下暗食啥货？食到敢有心息？食到有欢喜无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阮这个节目。阮今仔日的节目就放送到这，期待后礼拜咱搁伫空中再相会哦。